你好啊。很好，很好。请问阿婆要办理什么业务？请问阿婆特批要干业务？请问阿婆特批要干业务？我的身份证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想要重新申请一张。我的身份证用住簽都簽冇，想到翻新簽一張。我的身份證用住簽都簽冇，想到翻新簽一張。哦，身份證是搞丟了嗎？身份證係搭唔見開啊，係咪？身份證係搭唔見開啊，係咪？我們要確認是本人辦理。呀，我認為確定係本人來騙呢。呀，我認為確定係本人來騙呢。我看一下您的戶口名簿哦。您大名是？我認一下迄個戶口簿哦，迄個台名係。我認一下迄個戶口簿哦，迄個台名係。彭滿妹。彭滿妹，彭滿妹。除了身份證，您還有帶其他證件嗎？像是健保卡或駕照。除了身份證，迄也就隨另外的證件麼？像是健保卡也是駕照。除了身份證，迄也就隨另外的證件麼？像是健保卡也是駕照。有，我健保卡給你。有，我的健保卡得很。有，我的健保卡得很。好，謝謝。照片只有帶您手上這一張嗎？好，就咱上淡淡顯手地水的一張，係咪？好，就咱上淡淡顯手地水的一張，係咪？哎，這邊還有一張。也有一種，也有一種。好，跟您留一下聯絡電話哦。好，請先留一下聯絡電話哦。好，請先留一下聯絡電話哦。0123456789。空日23456789。空日23456789。0123456789，這邊請幫我簽個名。空日23456789，倆請趕快簽名下。空日23456789，倆請趕快簽名下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阿婆要跟您收規費200元。阿婆，我甲現收規費200塊。阿婆，我甲現收規費200塊。麻煩您先到後面坐一下，我需要一點作業時間。麻煩現先在後背坐一下，我愛這地我作業時間。麻煩現先在後背坐一下，我愛這地我作業時間。小姐，你動作很快耶，謝謝你哦。小姐，很叫手真緊啊，羅拉很。小姐，很叫手真緊啊，羅拉很。不客氣。唔熟悉你，唔熟悉你。